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7月3号，经文是诗篇48篇撒母耳记下卷第3章31到38节，马太福音第8章18到2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跟随者。首先要先谢谢大家的关心跟代祷。那我们已经在昨天7月2号的凌晨到达了台湾那台湾现在有一点热，那我们看这个疫情好像也控制得不错，一直在往下希望能够早一点解隔离。那我们在隔离旅馆住15天出关之前还要再做 PCR 检查。请大家继续代祷，也跟大家再一次的谢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跟随者。在信仰上面呢，我们说基督徒大概可以分几个不同的阶段或是层次。那跟随者呢，其实应该是说在基督徒里面算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成为基督徒或是成为这个跟随者之后呢，就要努力成为所谓的门徒。那因为成为门徒、学徒来学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也被称为基督徒。但是这样子还是不够基督徒其实最终的目标应该要成为使徒的阶段，是一位领受呼召的，是一位愿意受差遣的。这样并不是说前面的门徒、前面的跟随者是不重要的、不好的。但是呢，就如同保罗的提醒跟劝勉一样，在希伯来书第5章12到14节的经文，在念经文之前，我们稍微讲一下。希伯来书有人说是保罗的作品，有些人说是这个提摩太的作品，也有些人说是路加的作品，或是其他的我想那个不重要基本上就是那个教导对我们所说的话12节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来该做师傅，谁知还有人将神的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别好歹了。这是保罗对我们的提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如果我们的信仰追求一辈子只停留在所谓的跟随者的一个程度，这样是有问题的非常非常有问题的。在基督的信仰里面，必须是能够被改变的是能够长进的。这是希伯来书的提醒但就跟随者来讲，跟随者不重要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好像我们说的这个婴孩时期我们在这个幼稚园的时期就必经的一个过程。我们总不能像早期的台湾人说你是石头蹦出来的，一下就变大，不是这样子在信仰上还是有一个境界的这个跟随者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我们看，就像在福音书的记载里面，或是在整个的教会发展的历史，或是在你我的教会里面，总是有那些人，就是他不愿意跟随的，甚至是反对的。比如说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们都是反对的。我们周遭也有反对的人，也有是
永远只是在那个舒服圈，就等着天上掉下来的恩典礼物的。那能够愿意跟随的，我觉得牧师觉得就不简单了，那是第一步哈，那是第一步，但是不能停在那个地方了哈。在撒母耳记下3章的经文，我们昨天看到的这个关于亚尼尔的觉醒哈，他之前是跟随扫罗王，后来跟随扫罗王的儿子，可是后来他觉得他跟错人了，所以跟随很重要啊，跟对或跟错，跟对的方式跟跟错的方式也都有差别哈。所以后来他发现他跟错人之后，他后来就改投效大卫，跟着大卫王。那么今天的经文我们就看到大卫王他本身呢，他的跟随，他不是跟随扫罗王的品格，他是跟随上帝的给他的呼召，所以这个跟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了哈。那虽然亚尼尔是一个竞争对手的一个将军，而且他是一个投诚者，但是大卫仍然谨守忠于对他的一个誓约，或是说他答应他要让他平安。大卫命令约押和他的部属撕裂衣服，穿上麻衣，为亚尼尔哀哭那在这个期间，我们就看到这个大卫真的是为了这个亚尼尔的死亡而伤心了大卫亲自在棺木后面走这是多大的一个荣耀。那我们也看到亚尼尔在棺木的这个当中，在送行的当中，他被葬在这个希伯伦那大卫王在他的墓前呢，大声的哀哭，所有人民都痛哭。大卫为亚尼尔做了一首诗：亚尼尔该死的像傻子一样吗？你的双手没有被绑，你的双脚也没有被捆，你竟死得像被暴徒杀害一样。于是人民又为亚尼尔哀哭，大家整天劝大卫吃东西，但大卫发誓说，如果我在日落之前吃东西，愿上帝击杀我。这是表达他的哀伤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也都很高兴王这样做。事实上，王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们都很喜欢。当天所有跟随大卫的人和全以色列人民都知道王没有参与谋杀亚尼尔这件事情。我们刚说了，大卫他没有随扫罗王的个性欺骗残杀，大卫王也没有因为亚尼尔的投诚就压迫他、逼迫他、看轻他。大卫王反倒告诉以色列人说，难道你们不知道今天以色列死了一个伟大的将领吗？今天虽然我是上帝所选立的王，却无能为力喜路亚的这2个儿子太凶暴了，我无法应付，愿上主照他们的罪行来惩罚他们。你看看这个大卫王是一个信实的国王，他答应亚尼尔可以得到安全确实的做到了，而且他跟全以色列人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将军那没有想到说亚尼尔是死在这种公报私仇的一个情况之下被抹杀掉的。其实像这样的事情到现在都还存在，我们在看到政治方面是如此，看到这个防疫上面是如此，我们看到中央政府执政者的努力跟在野党那种粗暴故意捣乱假消息的这种态度都传播这种俄语制造混乱的，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这样的情形在教会里面也存在，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基督徒到底要跟谁？
啊，是跟随像扫罗王的样子吗？或是跟随这个社会这些政治，还是要跟随耶稣基督呢？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基本上是成为基督徒的第一个步骤。你看福音书的记载里面，那些跟随耶稣到处去听他讲道理的人，他们走很远，走到旷野，走到没有东西可以吃的地方，他们真的是不容易啊。那如果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跟随者这个阶段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样子，这样的信仰品质啊，那我们不能只有永远当信徒而已啊，甚至有我们说教徒有教就有教友有没有教就没有啊，我们必须在信仰上面更进一步，在信仰上要有长进。很多人的信仰层级都留在那个舒服圈里面，他们不愿意进步，不愿意改变，有机会就回到原来那种舒服的样子。在美国现在解隔离了，我们就看到有很多这种情形发生例如呢，一些教会的游牧民族，这个是相当程度来说，他们不会改变的啦他在这个教会他不舒服，他批评教会，然后离开了。他到那个教会刚开始可能很好，后来呢就慢慢的原形毕露了那像这样的人，他到处都会批评教会的同工，批评教会的牧者。那到一个教会，新的教会去，对那牧者或许都还尊敬，对教会的同工都很对有那个决定权的更客气那到最后，如果一不如他们的意他们就本色就拿出来了像这样的情形，基本上他们就是没有长进，就是永远在喝奶的信仰那基督徒要改变，真心的跟随，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耶稣基督回答经学士的话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可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后面他的回答，前几天牧师说过了，这个是借口，是谎言那耶稣意思就是说我就是不想跟随你的那一种说法那耶稣基督当然也知道，耶稣基督说：“你尽管的跟从我。”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其实耶稣的话就是说，要跟随你就全心的跟随，不要拿你的父亲拿埋葬死人来当理由来说谎。专心跟随，愿意被改变，乐于承受呼召，这是成为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阶段。你我愿意吗？